OK 吗？好，谢谢。
起来朝见主。特别我们在这一周的主日之后，就进入到圣周，也就是受难周的时期，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与主同受苦，也与主同复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在主日的早上来敬拜你、赞美你、歌颂你，使我们以赞美为祭献给你，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也带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寻求的时候，也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当中，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安排、运作都在你的旨意的当中。愿你圣灵充满你的教会，好叫你的教会被圣灵来充满。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怜悯爱我们的天父，在这即将进入复活节前的圣周，我们积极在你殿中敬拜赞美。大灾节期后，虽进入受难周，我们纪念基督受难，以哀哭者同哭，也为困苦患难中的人来祷告。然而，即将进入复活节期，我们也要以喜乐的欢乐，因这其如而来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是荣耀的主。我们特别为今天的周数主日礼拜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圣灵充满，感动人心，愿你的名为圣，诸天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祈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现在我们要一起用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主。我们今天敬拜的曲目是《真神之爱》，是在新灵粮诗写83首，整首共3段。我们第一段会请姐妹来唱，第二段弟兄来唱，第3段还有各段副歌，我们都是大家一起唱。
如果你身体许可的话，请弟兄姐妹起立。站立，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怀孕，由童贞女玛利亚出生，在普通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方式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经文记载在诗篇118篇第1到2节及第19到29节。请翻开圣经，教会圣经旧约654页，或者是观看我们的投影片，有诗会和会众的起应的部分。诗篇118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愿以色列说，第19节，给我敞开义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匠人所弃的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耶和华，求你拯救。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是上帝，你当用绳索把寄生拴住。你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谢你。一起来，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接下来公道，我们同心为以下的公众事务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非洲国家赖索托来祷告。赖索托这个国家人口大概200多万，大概有93%的居民是信奉基督教，但是他们经济比较落后，也为艾滋病所折磨，也是世界上最低开发的国家之一。我们愿基督的信仰能够切实进入到他们生活文化中，让他们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2教区教会恩友堂邓文威牧师来祷告，愿教会奉献充足，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可以身心健康来祷告。春夏季节来临，我们也要为台湾有足够的雨水，能使我们土地得到滋润，让万物生长来祷告。我们要为台湾执政掌权者能秉公行义，让社会稳定及人民道德素质提升来祷告。最后，我们以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同声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今课，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请瑞恒弟兄来诵读今天的圣道经课。第一书经课在以赛亚书50章4到9节，旧约圣经804页。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塞甲的胡须，我由他拔。
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持。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第二处经课在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新约圣经217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谢谢热恩弟兄读经，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1节到第11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的24页，由诗慧来诵读。马太福音21章第1节到第11节，在教会圣经新约24页。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了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沙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理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沙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惊动了。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诗班献诗今天所献的曲目是：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
所献的曲目是主导。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吃，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羞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吃，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羞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一起来敬拜。刚刚还有人跟我们一起背主导文跟使徒信经哦，所以表示我们的儿主的老师相当的用心啊，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们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能够来学习信仰，能够来学习能够来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能够来认识上帝。谢谢主，让他们从年纪幼小的时候就跟随你的道路，到他们长大都不忘记。谢谢你施恩的看顾，也祝福我们的主日学能够日渐增长兴旺起来，将得救的人也加添在这个儿主当中，让孩子们更多的充满在你的教会里。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
真的是阿们。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在我们天上的主。正道，接着我们由本堂的陈牧师来为我们正道。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这骑驴而来的是谁？我们请陈牧师。好，刚刚跟他们一起跳啊，这个因为主日学校长称赞我啊，他说这个我去跳的时候，他说，这个因为牧师也跳得很好，所以我们要一起跳啊。好，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跟孩子们一起敬拜，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刚刚有提到说我去看这些孩子们的时候，他们有一起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也有背主导文，有背这个使徒信经，这个是相当美好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许没有办法传给我们的孩子房屋、土地、田产，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是才能，但是我们可以给他有很好的信仰的根基。特别我们现在已经在进入到这个要到这个受难周，要进入到复活节期的时候，当然同时今年我们也是刚好在这个时间，也是清明节跟复活节是同一个时间。好，所以我们能够在清明节期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应该要学习怎么样跟我们的文化一起结合，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文化，那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去纪念我们的祖先，而不是去祭祀祖先。所以我们讲祭祖跟祭祖我们的基督徒的祭祖是纪念我们的祖先，而不是去祭祀祖先。所以虽然民间信仰里面他们要去拜拜，要去祭祀祖先，但是我们的思考点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我怎么样把我们从祖先那里得来的美好的传统，再继续的传给我们的孩子们。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在坟地里面有一个人，他去拜他的祖先的时候，然后他讲这样的话，他说，老爸老妈，我知道你不喜欢吃这个，但是我儿子喜欢吃所以没办法，所以我这个只能拜这个，拜完之后还要给儿子吃。好，所以很多人的祭祖不是真的去祭祖，而是为了要给孩子吃的更好。所以我们的祭祖是什么？我们要纪念祖先，把祖先所教给我们的能够再传递给下一代，这才是真正的纪念祖先，才是真正的对祖先所流传的这样的传统，或是这样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品德能够更有益处。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即将要进入这样的一个清明节期的时候，也同时是我们的复活节期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怎么样来追思跟纪念我们的祖先。愿上帝来带领我们。那开始的时候一样，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就是其实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团体我们都常常会听过这个长官或者是这个在上位者常常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叫做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我们都是大家是一体这个同岛一命或者是我们是这个叫做这个我们是一个群体当然这样的话都很美但是呢我们在现代的人有一个那个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叫 PUA。PUA 的意思就是讲得很好听这是其实就是来这个欺负你不懂所以大概就是我们就会变成说好像这个在上位者讲的跟我们所想的是不一样的。好，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我不知道大家能够看到什么或是想到什么。老板说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对不对？但是老板在哪里？在上面，对不对？那我在哪里？在下面。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以 PUA 就是这样老板讲得很好听，画大饼，但是呢苦的都是最底层的，然后最上面的人可能就是常常是一个浪费的状态，或者是就是大家在那边没有浪费资财，但是没有认真的去真的看待真的叫做一艘船上。所以一艘船上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阶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在教会里面跟社会里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教会里面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
并不是说这些穿着光鲜亮丽的人，他们到底下去划船，不是，而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我们就是在这一条船上，而且是彼此相顾，我们能够有位分的人，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别人可以服务得更好，这个是需要去学习的功课。所以耶稣来，我们看到今天这一周是很特别的一周为什么？因为这一周我们叫做棕树主日。那棕树主日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那各位可以想见一件事情是，进到耶路撒冷城的耶稣这一天才被欢迎，但是过了几天之后，一群人要说，我们把他钉十字架吧，钉死他你可以想象那个差距很大，因为一群人他们本来是很欢迎他的，结果后来过了几天之后就不要他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人的称赞或是人的眼光有时候是这么样的短浅，或是这么样的不稳。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希望别人称赞我们，但是我们可能追不上别人的想法的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接受，有时候可能会被不喜欢的时候，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提到说要有被讨厌的勇气耶稣来，他不是一直都是被欢迎的。刚刚我们提到耶稣进城的时候，很多人欢迎他，但是过没有多久，人就讨厌他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跟大家鼓励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为了坚持你的信仰，有时候你可能为了坚持你所认为的或是所知道的，有时候你可能会被人排斥，你可能会被人不喜欢。我讲的不是说你因为做错了或是做不对的事情被人家讨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需要转过来想，有时候你被讨厌不是因为你说错话或是你做错事，有时候反而是你做对了。听得懂意思吗？有时候反而是因为你做对了，或是你说对了，你说中了，所以长官不喜欢，同事讨厌你，然后所有的人不太喜欢你。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为了对的事情而受到逼迫，或是你为了你的信仰的缘故你受到了逼迫，那么当这时候你不是需要去讨好别人，因为讨好别人你无法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有可能你的价值观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当社会在这些运作的时候，有可能你在教会里面你领受到的是跟人不一样的。所以被讨厌有时候是可以做一些筛选，当你做筛选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哪些人是可以跟你深交的，哪一些人是需要放掉他就好了。所以让我们可以接受，有时候你可以被讨厌，被不喜欢。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20年前我在马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军中的一个弟兄。各位知道这个我们当中弟兄们去当过兵就知道，或者是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如果你是做采购的，应该就会很清楚。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去在那个副食场，就是去买菜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塞给他一个红包。那个红包是什么？叫做回扣。那个回扣是什么？就是因为可能这个买菜的钱多了，好，那老板呢，或者是他希望这些阿兵哥多来买他的菜所以他就给他有这样的好处，而且还特别告诉他说，你们以前的学长都是这样的，你们以前的学长都是这样。好，所以这个弟兄他心里面有挣扎了，他回来跟我讲说，牧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到底要不要去拿这一笔钱？因为他们都说你的学长，你的前面的人，他们都是这样。如果我没有收的时候，会不会别人觉得我是格格不入的？会不会有人会认为说我好像是自命清高的？然而我们这位弟兄，当我跟他
提到有关在信仰上你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也接受了这样的建议，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用他的这个得来的这一些钱，再回去买更好的菜，去帮助他的连队，帮助他的这个班上的这个连队的这些的弟兄们，吃的比别人都更好，而且能够全部回馈到这些弟兄们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可能要冒一个被人家讨厌的状况，但是当你坚持你的信仰的时候，这位弟兄后来说，我觉得我很坦荡，在我当兵的这段时间，我没有任何一笔钱收进我的口袋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为了信仰的缘故，或许你可能跟别人格格不入，但是求上帝给我们有勇气，能够去面对被人讨厌的状况。好，所以我们今天叫做棕树主日。各位如果到这个礼拜天特别叫做棕树主日，是因为我们再来就是要进入所谓的受难周。好，那在西方的这个惯例里面，有的叫做圣周 Holy Week， 就是这一周里面都是叫做就是预备基督的受难。所以刚刚讲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他应该是受欢迎的，因为很多人欢迎他。但是呢，到过了几天之后，这些人全部要他去死，要他去钉十字架。好，所以一个人从最被人家欢迎的时候，到最被人家厌弃的时候，这个是在耶稣在这个礼拜里面他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会说，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各位，当然所有的事情一定导向它有一个目的它有一个目的。所有的人，没有人会喜欢说我的公司的经营最后是要倒闭的。没有人会说我的这个人生最后是要进入这个叫做灭亡的状态。好，但是呢，耶稣却是从天上下来，然后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最终他的目的是要为人来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在这一周里面，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做的。好，所以先跟大家做一些的这个解释跟一个这个认识所谓的棕树主日这个圈圈就是教会的年历。好，各位在这个上面浅紫色的地方叫做大斋期。好，那我们今年的大斋期从2月18号，就是我们的大年初2开始。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一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在现在的新历年的月份。2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就是大斋节期的时候，然后一直到我们现在3月底4月初，这个时候就是大斋期的期间。那大斋期的最后一周就是叫做圣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受难周然后在圣周之后的最高潮的礼拜天之后，下个礼拜天之后就是复活节期。好，所以复活节期跟这个叫做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时间很接近。这个时间叫做逾越节。好，所以复活节跟逾越节的时间是相当接近的时间。好，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基督徒一般在传统教会里，我们都会说这个时间叫做要过简朴生活，或是用这些的减少一些的玩乐，或者是减少一些的活动，或是减少一些的吃喝饮食的部分，然后来经历与主同受苦的这样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叫做大斋期好，所以刚刚提到了，没有人是出生的目的是为了要进入死亡。当然死亡是一定要进入的，但是没有人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要结束他的生命。因为每个人都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未来，或是很好的一个方向，或是达到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是唯有耶稣，他的目标是为人来死的。好，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的2章14节里面说，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要败坏，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为了要让人能够跟他一样，能够成为一个败坏掌死权的，所以他成为像我们一样的肉体，使我们能够与他一同进入到那个得胜的状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起来受难是一件
不舒服、不好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因为最后有一个叫进入那个荣耀，就是复活的荣耀。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美好的时刻。对我们而言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跟新的盼望。好，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今天的经文里面就特别提到棕树主日那一天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我们要来先从第3节来开始来看。我们一起先来读第3节一起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好，耶稣在经文当中，他先对门徒说，当你们进到这个城里面去、村子里面去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这个驴子跟驴驹拴在一起。好，你们就把它解开牵来。如果有人问的时候，你就说主要用它。好，各位我不晓得大家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因为昨天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讲，她说我不晓得说原来驴子有2只知道吗？很多人以为说驴子耶稣骑一只驴子，其实不是，是2只哦。好，那个驴驹是什么？各位知道驴驹是什么东西知道吗？驴驹是马跟驴的配种，叫做驴驹那驴驹它有马的力量但是身形跟驴子差不多比驴子稍微高一点，所以它是能够成为驮重物的，或者是能够成为一个将来要使用来做一个载货物或是载人用的。古代的犹太人他们用这个来作为他们的交通工具。好，但是各位，如果你看马可福音里面或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说，这一只驴子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各位，我不晓得你可以理解那个话吗？这个年轻人，这个孩子是从来没有参与过服事的。这一只驴驹，它为什么旁边要有另外一只驴子？那一只叫做驴妈妈，因为或者是叫做比较年长的驴子，让它可以比较安定。好，所以当这一只驴子要被使用的时候，驴妈妈最好能够在驴子的旁边来帮助它，让它的心情能够安定，它才能够稳定的去做这些的工作跟驮重。但是那个时候这只驴驹还没有被用，所以它是一个从来都没有参与过这些的重物或者是驮重物或是驮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它是第一次被这样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思想一件事情是，当你的第一次参与教会的服事跟侍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很希望如果能够身边有一些长辈，或者是有一些资深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是比较熟练的，他们可以在身边陪着我，他们可以在身边帮助我。我们常常都会提到说，哎呀，年轻人我们没有让他可以有上来的机会，没有让年轻人来参与。我们需要思想的事情是，我们有没有站在年轻人的旁边，帮助他，即使他没有参与过，但是帮助他，让他能够有机会来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都怪人家没有经验，因为这是年轻的驴子，哎呀，他没有经验，他不会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能够站在这个年轻人的旁边来帮助他，协助他，让他的心能够平静跟安稳。在服事上，不是只有挑别人毛病，找别人麻烦，而是我们需要学习我怎么样站在这个不熟练的同工身边来安慰他，帮助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从驴驹的身上，从驴子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服事的一个新的观点。当你被上帝使用的时候，请记得，如果你身边有好的或者是一些年长的或是有经验的人在你身边的时候，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吝啬的去请教他，请他来帮助你，让你的心可以平静跟安稳。当我们是资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请让我们记得年幼的这些的孩子们，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2匹驴子是耶稣一起用的，他不是只有用1只，他是这2只一起牵的。
好，所以真正的服侍不是你有多厉害，而是你有多愿意去爱。你是否愿意这样去爱，去服侍那些不一定可爱的人？但是这是上帝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可以去侍奉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不见得会讨人喜欢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去服侍人，应该人家会喜欢跟接纳吧。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不一定你服侍别人，别人就会喜欢的。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啊，也是我在马祖的时候发生的。我在20年前我在马祖的时候，我在南竿的教会，我的老师在北竿教会。那时候南竿的教会比较大，人数比较多。北竿的教会虽然有会堂，但是人数比较少。那我的老师他就是刚讲了啊，那个比较有经验的驴子要帮助那个比较没有经验的驴子。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心里面的挣扎是很挣扎的。当我的老师他来到南竿的时候，来找我的时候，刚好我正在忙碌，正在预备讲章，正在预备一些的侍奉的时候，我的老师来。那当然我的老师来了，我当然要请他坐下，然后请他等我把事情忙完。可是你知道我的老师他做一件事情那时候差一点让我整个火都上来了。好，等一下跟大家解释啊。好，他就做了没有多久，他就起来，然后去拿扫把跟畚斗，然后就开始打扫。然后我正在做这个作业，然后看到我的老师正在打扫的时候，各位你知道那个心态很奇怪哦。我没有感谢我的老师，我没有感谢他来帮助我。你知道我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吗？你是不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所以你要帮我做这个事情？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当我看到我的老师在服务，帮我打扫整理的时候，你知道我不是感谢他哦，我反而是说，你帮我做这些，你的意思是我没有打扫吗？你是觉得我没有把环境弄好，所以你来帮我做这些吗？各位，你知道，其实你要服侍别人，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认为你是爱心服侍，可是别人不见得是这样哦。所以后来我的老师非常好，他也很会察言观色啊。他看到我的脸色变了，真的，这个人的脸是跑不掉的啊，这个一定会显出那个状态的。所以我的老师他做了一件事情，反而安慰了我。他说什么？他说没有关系，你继续忙我只是因为这个闲懒我觉得我需要动一下而且这是我的习惯这是我的习惯。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服侍的人，他不但要服侍人，而且他还要去感受到别人的感受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服侍人是一件简单的事。当你今天是做一个招待的同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今天你来的这个弟兄或姐妹，他的脸上的表情是什么？他会不会有一些的状况？他今天来是不是满脸的愁容？或是他今天来是很高兴的？或是他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会知道说我发周报给他，我们有感受到别人的感受吗？求主帮助我们。当然我很感谢我的老师了他没有让我去觉得说好像我是被他这个鄙视的。我刚刚提到说，其实心里面那个不舒服，就是你是不是在暗示我做的不够好但是我的老师让我可以很平静的，他能够安抚我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刚刚提到那个年长的驴子不重要，其实很重要好，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看耶稣的服事了。好，耶稣的服事，第4节他说这件事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在这里撒迦利亚书9章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的圣经一起念来。西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其实你看这个段经文是在耶稣降生前的500年就写好了。好，
他不是只有一只驴，有没有看到吗？骑着驴跟什么驴驹子，所以是2只哎，对不对？有没有注意到？其实经文里面很妙的，他都告诉你是2只啊。那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一个来的这个王，他不是骑着战马来，他不是骑着得胜之姿来，他是来到成为一个服务人的。各位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骑着驴子进城的一个王，被高立为王的那个人，就是叫做所罗门。所罗门的父亲大卫，他是骑着战马进城的，因为他是得胜的君王。但是圣经里面说，圣殿不是在大卫的手上盖好的，圣殿是在谁手上？在所罗门手上，因为所罗门是和平的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提到了，在上位者不是为了要来强取豪夺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信仰里面，在上位者是要服务更多的人的，他是骑着驴驹进到城里面来，要成为服务人的人。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形容他自己。马太福音11章29到30节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啊，请念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进到耶路撒冷城不是去影响人说，哎呀，来跟随我，然后我们把罗马帝国给干掉。不是这样的。耶稣成为那个王，他是要来服侍人的。所以那个王不是来让这个别人好看的，不是要来去帮你去报仇雪恨的。这个王来是教你怎么样去服侍人。所以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会看到，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的地方是，教会里面的观点是伟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做的。耶稣不是高抬自己，耶稣是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好，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啊，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一起念第8节，一起念来。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好，所以棕树主日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棕树？就是当时他们在那个地方，棕树是一般常见的树木，就跟我们在行道树旁边看到很多的这种这个榕树啦，或是那个一般我们在台湾看到的这些树木，他们最常有的就是这个棕树。所以当他们把棕树砍下来，把衣服铺在地上的时候，各位有看过那个明星走星光大道的时候有吗？红毯就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要把这个树枝拆下来，要把衣服铺上？其实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给耶稣极大的尊荣，他们认为耶稣来，你就是 Morning Star， 你是未来的明星，你是未来要带领我们这个赢过这个罗马政府的，要带领我们以色列人独立的。对他们而言，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包括耶稣的12个门徒也是这样的想法。各位知道，耶稣曾经有过，他有2个门徒，一个叫做彼得，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做约翰。他们还去关说，知道吗？什么叫关说，知道吗？请妈妈跟耶稣说，当你这个得到你的国度的时候，请你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所以他们当时的门徒的想法是什么？耶稣进城来，我们要准备要革命了，所以革命的时候，这个12个人开始排行，对不对？雅各坐你左边，这个约翰坐你右边，所有的人大概都把位置都先排好了。但这是耶稣的路吗？我们来看一下啊，前行后随的人喊着说：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那。好，等一下会告诉大家何塞那的意思啊。好，但是各位，耶稣的观点跟人不一样，人的认为是他应该要来当王的，他应该拥有所有的权柄，他应该拥有所有的人应该要向往的那个位置。
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在世上的人的眼中，受服侍是光荣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是服侍人才是荣耀的事情。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当你要去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被人尊重的人，不是因为你比别人的位置高，或是你是小组长，或是你是执事，或甚至你是牧师，不是的，是因为你服侍了人。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啊，我在办公室里面在写作业的时候，我们各位知道我们有那个打扫的人，在周间的时候会帮我们做打扫清洁的工作啊。好，那我们那个打扫的那位弟兄有一天就突然出现在我的门口，在办公室门口，然后跟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出去？因为我要进来打扫。听得懂意思吗？有谁可以叫牧师出去？知道吗？好，因为我要来打扫啊，懂那个意思吗？不是因为位置的问题，他可能是在我们当中是最小的，因为他不过就是来打扫的。但是呢，他要做什么？他要服侍这个工作，他要服侍我，所以他必须要请我离开，他要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我们的信仰里面，为大的做最小的，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教会里面，你的权柄来自于你的服事，而不是你的位置。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耶稣来，他来的不是要来做一个人所认为的王，他要成为的是一个服事人的王。好，先跟大家解释侯萨那的意思侯萨那本来的意思是求你拯救，或是请救救我们，一个祈祷词。但是侯萨那他在当时被运用的时候，他是用来做荣耀归于上帝，或是称颂那个拯救者。好，所以侯萨那有一个拯救的意思。所以当耶稣进城的时候，那个呼喊侯萨那就是什么？来救救我们啊！来救救我们！你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一个被称颂的一个救主，一个被人高举的人，但是却在几天之后要上那个最残忍的十字架。好，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多的争议，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有人说他是这个拿撒勒的先知各位看11节的地方，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有的人说他是要来当王的，有人认为说他是要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反政府的，他是跟这个圣殿的这些祭司对着干的很多人对耶稣有很多的评语或评价或是认识，但是耶稣对你而言是谁？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何城都在问说这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谁？对你而言，耶稣是谁？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基督道成肉身，不是成为世人所羡慕的。大家知道刚刚提到那个棕树枝跟那个铺在地上，跟铺红毯一样。但是耶稣不是要成为那个世人所羡慕的，而是要成为一个什么？被世界唾弃的，被上帝咒诅的，而且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耶稣来，他不是要成为一个被人羡慕的，不是要成为一个被人家好像捧在高位上面的，而是要成为被唾弃的、被咒诅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记得刚刚开头的时候，牧师讲过什么？我们需要有被讨厌的勇气。耶稣来，他做很多人讨厌的事情，虽然也有很多人喜欢他，但是他也被人家讨厌，因为很多人不喜欢他的一些的影响力，很多人不喜欢他对人心的改变。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是在心里面的。”所以耶稣是谁？他是你的谁？他是不是你的上帝？还是他是别人？他是别的？他是先知？他只是一个老师？有很多人会把耶稣当成只是老师，他除了这些以外，他是谁？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有没有认识耶稣就是上帝自己，
神自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里面就有属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奉主名来的王是一个谦卑的王，这个王他不是要来做一个抢夺的或者是逼迫人的，或是在上位的，他是要来成为服侍人的。所以圣经里面说，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个被人的欢迎的当中，其实他要做的事情是服侍人，服侍人才是他要来做的。所以我们如果希望像耶稣这样，就不是要凌驾于他人之上。如果你想要像耶稣，那么不是你要成为一个在众人之上的，而是你要成为一个谦卑的服侍者。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基督徒叫做基督之下，众人之上，但是为了基督，众人之下。听得懂意思吗？基督徒，我们是在基督之下，众人之上。基督徒是被高升，是神的儿子，是被上帝所得着拣选的。但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为了基督，众人之下，成为众人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不是在比高低、比位置，在教会里面应该去比的是什么？我能不能够去服侍更多的人？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耶稣这个王，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王，这个王他不是要来做一个被人高举的，他要成为一个服侍人的王。所以你是否愿意也成为像耶稣的样式，成为服侍的王？第二个，奉主名来的王是服侍的王。耶稣来，他说他来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来有一个目的，他要来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常常说，我们生活应该要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耶稣来，他要来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神的羔羊，他是来服侍的。所以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是要让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来不是白白来的，耶稣来他是有目的的，他来要使人成为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来是要让人成为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的样式是什么？耶稣的样式不是要成为一个跟高位者、尊位者在一起，而是要能够谦卑的服侍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为大的做最小的，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第三个，奉主名来的王是你我生命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不是你的王？他是不是你生命当中的主？耶稣是不是你的王？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是为我们舍命的。我们有没有尊他为王，还是只是用一用就丢了？有很多人的信仰是把耶稣当成卫生纸一样，需要的时候主啊，好用好用，但是不需要的时候丢到一边去，这叫卫生纸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不是你的王？耶稣是王，耶稣是祭司，他同时是先知。所以当众人说他是谁？他是先知，是真的吗？是的。他是王吗？他是王。他是祭司吗？他是祭司，他是服侍人的祭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身份都在代表他每一样都在尽力的成为服侍人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为大的做最小的，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在敬拜上帝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焦点，不是哪一个人是焦点，真正的焦点是基督是王。耶稣有没有成为你的王？耶稣有没有成为你的主？他是不是你的教会的头？他是不是你生命的头？他是不是你生命的主？或是你生命的主是其他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教会里面真正的中心在耶稣里。好，最后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耶稣建立关系。你的建立关系不是因为你的阿公是基督徒，你的爸爸是基督徒，所以你是基督徒，不是的，而是你要跟耶稣建立直接的关系。在长老教会里面有一个顺口溜，叫做上帝有囝无孙，听得懂意思吗？上帝有儿子，上帝没有孙子，所以
你没有办法隔代的去传递你的信仰，只有每一个人单独的跟耶稣建立关系，而耶稣他是不是成为你生命的王？他是不是真的是你的王？还是我们前一天说他是王，过没几天就把他上十字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棕树主日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受难周，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受难日的祷告会。不是叫大家一直苦到底哦，不是，而是我们在面对苦难之后，要看到有一个盼望，就是那个复活的大能显在我们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棕树主日的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跟反省。当我们要去服侍人的时候，不见得是都被人喜欢的，但是耶稣怎么做，那让我们也跟着他的脚踪来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你在地上的时间33年半的时间，你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像你的样式。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像你这样的谦卑屈膝，唯有你住在我们的里面，唯有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才能够谦卑屈膝服在人的面前。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服侍人的时候，就如同在服侍上帝一样。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服侍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或是态度，而是让我们能够完全降服在这位君王之下。愿你这位王掌管我们的一切，你怎么做也帮助我们照你的话，照你的形象来行。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谢谢牧师为我们所做的证道。没错，基督是奉主名来的王，他是谦卑的王，也是服侍的王，也是你我生命的王。我们希望不要再干渴，我们就是要跟基督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谢谢牧师为我们阐述上帝的话语。我们现在要以诗歌来回应上主，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123首，同心颂扬主圣名。我们这一首比较短，我们还是唱3遍。第一遍我们请姐妹来唱，第二遍请弟兄来唱，第3遍我们全体合唱。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
在要来收到金学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还没有预备，或是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那就请你先把金钱让奉献在静静的从你面前经过。我们请丝线的员工到前面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甘心乐意献上金钱，愿教会用各项的事工和宣扬福音，荣耀你的尊圣名，让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弟兄姊妹一起站立，我们来唱《向主献诗歌》。
家的感觉。接着由司会来报告教会事工的相关信息，也可以请参阅周报。第二点，本周主日是棕树主日，我们教会将进入受难周，也请我们预备心来纪念基督受难，也为困苦患难中的人来祷告。第三，下周4月5号为复活节及4月份圣餐主日，我们请大家预备心参加。教会会预备复活节彩蛋，也请弟兄姐妹领取后可以优先送给福音朋友，来传递复活节的信息。第四，受难周祷告会将在4月3号礼拜五晚上7点，我们将以太子的祈祷方式来进行。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能够预备心参加。原来4月2号礼拜4的祷告会将并在当天受难日的祷告会来举行。第五，4月3号礼拜5到4月6号礼拜1清明连假，教会办公室将于4月6号休假1天。教会也鼓励弟兄姐妹跟家人一同参与清明的纪念的记号，用家庭礼拜来代替焚香来纪念，也可以一同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第6点，我们从2月18号到4月5号，将近有40天的大灾节期哈。我们牧师每个礼拜3中午11点会带领禁食祷告，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如果身体许可的话，可以参与每周1餐的禁食。第7，总会为募集社关经费，并配合我们大灾期简约的禁食，也推动少一道菜多一份爱的活动，希望透过禁食节省的餐费，或者是节约一道菜的钱，可以奉献给总会社关的人来捐款。第8，南教区和我们的本堂的姐妹会将在4月11号礼拜6早上10点在本堂举办培灵会，会邀请周淑清牧师来传讲基督信仰如何解开原生家庭的枷锁，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第9点，我们请为我们教会有举办的一些活动来祷告，来关心，比如卫理神学院有开自我认识，还有红本，我们也有开另外红本门徒，我们本堂也有成人主日学，也另外还有赐福艺人学院，我们为这些教导的老师的预备和学员的参与，能够课程顺利来祷告。第10点，为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周4晚上7点30的查经祷告会。第11点，教会建堂所需的建堂款项，我们请同心为总会的宣教大楼建造来祷告。有感动的弟兄也请为总会的宣教事工来持续奉献。第12点，我们本堂的财务部门
已经将114年度的奉献正式凭证陆续放到我们会友的奉献袋中，让我们年度要所得申报使用。有申请网络凭证的，总会还是会发纸本。如果有疑问的，也请假办公室。其他肢体消息，或者是要注意健康，还有长者的身心灵健康的，我们来为此代祷。也下周的一些服事人员表也请参阅周报。请问牧师有没有其他报告？在下个礼拜天是我们的复活节主日。好，那复活节主日的时候，我们按照以往，我们都会有复活蛋发送给大家。那请记得我们在给大家这个复活节彩蛋不是要你全部都吃完啊，希望大家可以，当然现在的人说这个蛋可以多吃没有关系，但是尽量我们除了自己用，也能够给那个叫做我们希望能够传福音的对象所以就是不要都自己吃完希望我们可以在下个礼拜天我们发送这个复活节彩蛋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送给我们的要传福音的对象让他们也能够来知道复活节的讯息那但是要给别人的时候，请记得就是要维持它的干净跟这个完好千万不要破了或者是打坏掉再给别人因为我们要给别人是很有诚意的那当然蛋从里面打破才是生命从外面打破是食物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人家生的蛋所以我们就给人家熟的，但是真正我们要表达的是那个蛋是一个新生的开始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从复活节当中也能够得着一些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在这个当中那也请弟兄姐妹为这个4月11号的我们的培灵会来祷告。那这是我们的南教区的一个姐妹的培灵会当然弟兄也可以参加了所以目前我们的教会已经有60位这个参与者，那还有南教区还有其他的教会会有来参与那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我们来听这样的一个内容让我们也能够从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了解认识，对自我的认识，然后对信仰有一些的认识所以也可以邀请新朋友如果有一些的福音朋友他们愿意来的话也可以欢迎邀请他们但是要先跟他们先说明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谈论有关于对认识自己跟信仰的部分所以如果他有一些的对于说会参与来到教会里面会有这个不舒服，或者是他不喜欢的话，也不要勉强，但是我们可以欢迎跟邀请这样的一个参与在这当中。好，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最后的大斋期的最后的一周了。好，所以我们在4月1号的时候有最后一次的这个礼拜3的大斋期的祷告会那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还没有参与过或者是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来参与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刻。那当然我不能够强迫大家说都一定要禁食了你就算参加完你还是想吃饭，那没有问题，还是可以吃不用担心觉得说好像一定要参与就是一定要饿肚子那当然如果身体上可以的话像牧师已经持续了40天的禁食，每天有一餐了最少有一餐，那但是现在体型还是没有变所以没有问题所以这个请大家放心好，然后最后要跟大家说明我们的办公室的同工，我们的赵英姐妹因为太过疲累了所以让她有一段时间的休息那请弟兄姐妹我们为她祷告尽量让她可以有很好的休息跟睡眠的状态因为她长期的这个压力的情况那请大家为她祷告，那也希望她能够尽快的恢复身体的状况休养，然后能够回到我们当中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是请为她祷告就可以了那就是尽量不要到病房去打扰，让他们可以安静的休息。那另外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友堂就是高雄卫理堂
已经换主任牧师了，在这一周之后，4月开始就由他们的王俊杰副牧来担任这个代理主任牧师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的高雄卫理堂祷告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调整跟改变之后，也能够有一个新的成长跟一个新的开始，愿上帝来带领。以上谢谢。弟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来唱3一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将耶稣差遣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样的好消息能够传递给人，使人能够在复活节期进入复活节期的时候，也能够重新获得新的生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请坐。在电梯中，请为今天的实体消息还有教会事工的代表，有忧伤痛苦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台前来，牧师会为你祷